活泼的诗歌。我想每一届咱来到教会内面，随望每一个礼拜，咱教会礼拜听书大部分拢无改变。除非有一寡较大的活动，咱会改变咱一般的听书。大部分的时间，咱的礼拜听书是无改变的。但是伫无改变的礼拜听书内面，大概拢会当互咱看见上帝特别的作为，上帝特别的带领。就亲像圣歌队有时阵唱较温柔、较深沉的诗歌，互咱会当通思考，会当去了解诗歌的意义。今仔唱较活泼的诗歌，互咱感受到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会当来做伙敬拜而乐咱的上帝。其实我嘛常常在鼓励这青少年讲，逐礼拜来教会聚会，可能对因来讲拢是共款的听书，拢是爱做共款的代志。但是我甲因鼓励一样代志，虽望是共款，虽望是共款的听书、共款的仪式。但是伫无共款的人带领，伫无共款的时间内面，拢会看见上帝无共款的作为。所以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当咱每一届来到教会的时阵，每一届的主日礼拜，咱拢会当感受到上帝带予你新的快乐、新的愿望，互咱每一届来到教会，真正是得到上帝新的祝福甲恩典。愿上帝祝福伫咱早起时的礼拜，愿上帝也透过今仔日咱做伙分享的。嘛，搁一届真做是咱生命的帮赞，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请爱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，互阮通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而乐你，互阮透过无共款的方式，透过无共款的听书，会当伫这个当中来认捌着主你的作为，嘛通知主你要带互阮新的恩典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通知，这毋是一场仪式尔，嘛毋是一个例行的工作，是一个生命和你真实相拄的机会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透过今仔早起时，阮所唱的、阮所祈祷的、阮所听到的，拢搁一届真做是阮生命的帮助。也透过甲早起时的礼拜，互阮甲你的关系会当搁较亲密，帮助。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引带伫今仔早起时礼拜的时间，将以下时间全力交好仰望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我想每一个礼拜拄仔讲听书拢差不多，拢无足大的改变。但是咱伫每一届的礼拜内面，咱拢爱重新去感受，伫这礼拜上帝要带互咱新的启示是啥物？上帝要带互咱新的提醒是啥物？既然需要不断去看到新的物件，既然需要去不断去领受到上帝带予你新的快乐，咱就爱有无共款的眼界，毋是用带着一个共款的眼界、共款的眼光去看同一项代志。若是安尼，咱永远无法度看见到上帝的作为，无法度去看到上帝的奇妙。今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语，要用一个题目叫做“神眼光的生命”。我想咱每一个人，逐工。当你目睭天开的时，你就开始使用你的目睭。你目睭天开的时阵，你就使用你的目睭做一项的代志。你去看这个世界，去伫你的家庭内面，伫你的工作内面，使用你的目睭，使用你的目睭所看的一切，去完成你要所做的。但是当咱目睭所看的，咱目睭所看的，互咱的回应，若是好的回应，对咱的生命是有帮助。但是咱所看的，对咱的生命的回应是歹的，安尼对咱的生命就产生无好的结果。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育学家，伊是一个青美人，伊叫海伦凯勒。有一届伊伫演讲的时阵，下面有人甲伊问一个问题，下骹听的人甲伊问一个问题，甲问讲，一个人可能拄到上大的悲剧是啥物？下骹人安尼甲问。这个青面的这个教育家，伊安尼回答，伊讲是有目睭，但是却看袂到。伊讲有人甲问，一项上大人生的悲剧是啥？伊回答，有目睭会当看，但是却看袂到。对伊来讲，伊常常伊足长的时间，伊是无法度通看的，伊目睭是看袂到的。但是伊的回答内面，伊却讲，啥物是上大的悲剧？毋是讲看无是上悲剧的代志，伊是讲是看有，但是看袂到。这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，咱在看的是啥物？咱在想的到底是啥物？圣经内面有一个咱所非常了解的一个使徒叫保罗，当伊还袂真做是一个基督徒，还袂开始
来为主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伊还未真实的认捌耶稣，还未来成做基督徒进前，伊迫害基督徒，伊掠这基督徒。但是当有一摆，伊伫路上的时阵，圣经安尼描写，忽然间有一个光对天来，四面甲伊照，伊就跋落伫涂骹，听见有声对伊讲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虾米迫害我？是耶稣在甲伊讲。这个时阵，扫罗对涂骹爬起来，伊目睭天开，但是啥物拢看袂到。圣经描述讲，伊目睭天开啊，但是啥物物件拢看袂到。然后圣经安尼描述，伊讲伊3日久拢无看见，不只是迄个时刻看袂到尔，是伊有足足3天的时间，3日的时间，伊拢看袂到物件。是了后，上帝搁一摆怜悯，搁一摆互伊稳定，互伊通搁看见。然后当伊看见的时阵，伊才发现。伊过去做了的代志是毋对，伊搁一摆发现这是上帝恩典，然后伊改变伊的生命，改变伊的性格，诚做是一个基督徒为耶稣基督来传扬伊的好消息。目睭伫圣经内面常常代表的是一个人心智的选择，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决定。当咱看伫圣经内面伫描述有关。目睭的这项代志，拢是常常代表是一个人你安怎选择代志，你的价值观你安怎看？圣经常常在安尼讲，不论是在咱所看的保罗，伊用伊看袂到，然后佫看到，佫一摆去经历着上帝的恩典，经历着耶稣是真实的。也是咱看圣经内面侪侪故事，拢在讲着目睭，但是拢是在代表一个人安怎看，一个人安怎去选择你的价值观。在咱所读的经文，伊讲咱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。台语的圣经讲，你的目睭若金，你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国语的圣经、华语的圣经，伊是讲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嘹亮，你的全身躯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是昏花，全身躯就是黑暗。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阵，伊的嘹亮金的意思，代表是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专心，就专心伫一项代志顶面尔。耶稣咧讲这个譬喻内底，伊讲目睭若花，咧讲是败坏，也是咧讲无健康。所以耶稣的这个譬喻其实真清楚，可能当咱。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嘛经历过，当咱年纪渐渐大的时阵，目睭就开始有一寡无共款的变化，可能需要去开刀，需要去治疗，因为目睭真正是愈看愈花。所以耶稣咧讲的这个譬喻，可能大部分人嘛会当通了解，会当知影耶稣咧讲啥。确实，当咱目睭是金的，目睭是清澈的，咱所看的是非常清澈的。当目睭是花的，看袂清楚的是，咱所看出去的，咱所理解的这个世界，可能就无啥共款。所以耶稣讲，目睭就亲像身躯的灯，会当互咱看清楚，互咱通知要往倒位去。但是这个灯若是花去，这个灯若是雾无明，就可能毋知要往倒去，可能会产生败坏的状况。所以咱人的目睭，若是无一个非常单纯，无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眼光，咱的生活嘛，可能足困难有一个清楚的方向，因为毋知要往倒位去。同款，咱的目睭若是无自信伫上帝的本身，咱嘛可能足歹会找到啥物才是生命的目标。咱人若是无非常清楚，知我要做啥物，我要往倒位去，可能咱会迷路，毋知要行倒位去。但是，较严重的是，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若是无自信伫上帝的身上，可能咱毋知上帝爱咱行的生活，咱生命的目标是要往倒位去。所以，透过耶稣今仔日所讲的这段随梦短短2节的经文，还有咱拄仔所读箴言2节的经文，4节的经文尔，随梦诚短的经文，但是会当互咱有一寡无共款的提醒。咱知所有物件拢会旧，所有物件有一天拢会歹去。咱的想法
有一天可能嘛会变旧，咱的想法可能有一天嘛会改变。前礼拜我去南纺迄个成品书局，我去看册去找册，我看了一本册的封面标题，伊写了一个标题，我非常有趣味。伊讲，即马这代出世的囡仔，差不多国小出世的这个囡仔，因是会当看到22世纪的囡仔。即马出世的囡仔，他们已经可以看到22世纪了。咱认为的21世纪、21世纪，但是即马出世的囡仔，因是会当看到搁较远的。因即马这代囡仔、这代青少年所接触的，和咱无啥共款啊。虽然我是我叫伫教会服侍是叫青年牧师，但是我嘛已经30几岁啊。我含遮10几岁的青少年，有时阵想法嘛无啥共款啊。因所想的、因所看、因所意爱的，我可能嘛叫袂着啊。代志咱有即寡物件会旧，想法嘛会改变。虽然咱拢会想讲要保持100，要保持100分，安尼是上好的。但是无任何的代志是永远是美好的，无永远的代志是完美的。咱人的目睭会老，咱人的目睭会退化，但是嘛有可能咱属灵的目睭可能嘛会老去，嘛会退化，甚至是着固定安尼，着固定落来啊。所以咱搁较需要爱有不断更新变化的眼光，特别伫这个时代内面非常快速在变动的时代内面，咱更较需要不断更新的眼光。毋但是伫咱的性命，也伫咱的教会，也伫咱的信仰内面。所以保罗先生嘛，互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观的方式。要安怎改变？要安怎更新？哥林多后书4章16节，保罗先生来讲，因为安尼，阮要失志，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衰败，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得换新。保罗互咱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，要安怎不断来更新，就是搁一摆转到伫主耶稣的内面，转到伫咱的信仰内面去找求更新的快乐。所以，当咱每一摆礼拜主日的时阵，来到伫这个所在，绝对毋是一个仪式尔，绝对毋是一个我惯起来，就是这个时间我爱出现，我爱做礼拜。这是一个互咱有得到更新的机会，互咱伫看见上帝特别作为的时阵。所以透过这两段经文，咱有3项代志，咱会当做伙分享，也做伙来思考。第一项代志要和大家来分享，旧的眼光看的是看到现在，但是新的一个眼光，伊是注神专心伫永远的代志。旧的眼光，咱常看到的是只有现在，但是新的眼光，互咱通看见是伫永远的所在。伫这个比喻内面，其实咱今仔所读的2节的经文，是耶稣讲了非常侪的比喻内面的其中一个。但是伫这个比喻的头前和后壁拄啊好，头前是咧讲天顶的财宝的比喻，伫这个目睭的比喻后壁是讲袂当服侍两个主的这个比喻。头前迄个比喻经文安尼讲，你的财宝伫啥物所在？你的心嘛伫迄个所在。后壁迄个比喻伊讲，一个人袂当服侍两个主，毋是听迄个，就是听迄个；毋是动迄个，就是轻迄个。这个比喻拄好放伫目睭所看的顶面，头前和后壁，其实嘛得互咱看一项代志。咱目睭所看的是啥物？是天顶的财宝吗？还是地上的财宝？看的是对一个，咱服侍主是对一个。其实咱认真来想，咱伫世间的日子，其实真短暂，其实真短暂。虽然咱拢知爱享受现在，享受现在嘛非常的重要，享受每一天，享受当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但是当咱过头伫经营，过头伫注神伫这个世界俗世的代志的时，颠倒可能互咱因小失大，可能咱想过头去看这个世界的代志，却袂记哩上帝要互咱的物件是啥物。咱敢有真正注神伫真正有意义的代志？咱敢有真正注神伫有意义的代志顶面呢？
伫耶稣有讲，伫圣经内面，耶稣有讲到一个譬如，是一个是一个有关好野人的譬如。有一个财主，伊非常好野，非常好野。然后伊就咧家己想一项代志，讲啊，我遮好野，所以我的田所出产的代志，遮的物件，无所在通藏啊，要安怎呢？所以这个好野人伊就讲，我要安尼来将我的厝起较大间的，会当将我所收成的物件拢藏入去，甲我的钱财嘛拢藏入去。然后这个财主继续讲，伊讲我要对我家己的灵魂讲，灵魂啊，你有济的财物，你有济的物件，你会当享受几啊冬，你就伫遮欢喜快乐安逸伫遮享受。但是咱看经文有一个足大的改变，上帝却要对伊讲：无知的人啊，今仔日暗时就要处理的灵魂，你所准备的要互谁呢？咱看到这个好野人，伊拥有非常侪物件，有家己的田，有家己的财产，有家己的厝，非常的侪，非常的好。然后伊嘛要享受这所有的一切。但是圣经却安尼描述，上帝来甲讲：若今仔日我要将你的灵魂摕走，安尼你准备的要互谁呢？咱看见这个财主，伊咧讲啥？伊讲：我的出产，我的仓库，我的收成，我的钱财，我的灵魂，伊所讲的全部拢是我的。这个财主伊所讲的拢是我的，伊所伫意的是只有伊目睭头前所看到的短暂的代志。伊认为拢是我的，全部拢是我的，所以我会当掌握一切，我会当控制一切。但是伊却袂记哩伊生命未来要为倒位去。伊只有想着啊，这几冬啊，来享受，伫遮享受，有通食，有通啉，我有厝通住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要想搁较重要的代志，了后伊的生命要往倒位去？伊想的拢是只有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，啥物是我的？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31、30到33节，伊嘛安尼讲。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我要食啥物，也是我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，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，遮的物件就会拢散互恁。耶稣讲，先追求的是伊的国甲伊的义，毋是先追求咱所想的。无所以意思，毋是讲袂当享受，袂当出去佚佗，袂当食好食，毋是，有安会使。但是，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敢有将咱的生命放伫更较有意义的物件，追求咱生命的永远的代志。耶稣讲，先追求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旨意的实现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当人将家己的眼光放伫家己想袂的代志，当咱每只拢想讲啊，我的物件、我的物件、我的想法、我所以爱就好啊，安尼就无法度看见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啊？咱都毋知到底上帝要爱咱做啥。上帝到底要互咱啥？甚至咱可能嘛无法度通知上帝准备啥物互咱，因为咱拢认为我家己准备好啊，认为我这拢是我的，认为我看到现在就好啊。若是咱无一个新的眼光，看更较远，看到更较远，上帝要替咱备办的，咱就想讲安尼就好啊，停伫遮就好啊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嘛讲，原来咱所顾念、所看到的，毋是顾念所看到的，是爱顾念迄看袂到的，因为所看到的是暂时的，看袂到的是永远的。伊另外伫哥林多前书嘛安尼讲，上帝为着听伊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过的，目睭毋捌看过的，耳孔毋捌听到的，嘛是人无想到的。咱人有时阵拢为家己想我要安怎准备，啥物才是我的。但是上帝讲，伊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，是咱目睭拢无看过的，咱无法度通想象的，咱无法度通了解的。上帝有伊特别的准备。所以旧的眼光，互咱只有看到现在；但新的眼光，互咱看见永远，看见上帝
伊特别会准备。第一项代志，旧的眼光，互咱只有看到假笑，但是新的眼光，互咱看到价值。旧的眼光，互咱只有看假笑，但是新的眼光，互咱看到无共款，是看到这项代志的价值。咱人可能拢会真容易用一项代志去判断一个人，也是一项代志。咱拢会看这个人拥有啥物，咱看这个人的外表，看这个人伊可能会晓啥物代志，咱去决定这个人的价笑好歹。咱拢会用上紧的方式看，这个人的穿搭是安怎，这个人的表现是安怎，然后咱就决定这个人的价值是安怎，这个人可能就是啥物款的人。但是一个新的眼光，爱互咱学习去看到内面的生命的价值，去看到迄项代志内面水的所在，毋是咱目睭咱人所看见的。伫早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，叫做特土良，伊讲一项代志，伊讲钱顶面有该撒的像，但是人的心上有上帝的形象，将迄个钱归互该撒。但是将咱这个人互上帝，这个譬如是有一个法利赛人，有人来问耶稣，耶稣，咱爱将这个钱爱互该撒，还是爱互耶稣，爱奉献互上帝咧？耶稣讲该撒归该撒，上帝归上帝。这个早期的神学家伊讲，钱互该撒，但是将你这个人互上帝。像伫这个文化，这个世界文化，就留伫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教导咱爱用外表，用一个人的表现去决定这人敢有价值，决定这项代志敢有价值。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但是伫上帝的价值观内面，伫上帝的文化内面，上帝创造世间一开始讲，伊所看一切拢是好的。小伫上帝的价值观留伫咱的内心。虽然咱活伫这个世界，虽然咱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内面，但是咱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将上帝的价值、上帝的文化留伫咱的内心。伫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7节，当耶和华上帝派撒母耳去找新的国王的时阵，伊到伫亚西的厝，亚西的厝有侪的大笔的兄弟伫遐。亚西看了遮个查某囡仔，看了拢袂歹，拢生了非常缘投，非常的大壮。然后撒母耳就看去，遮个拢袂歹，遮样袂歹。但是上帝却甲撒母耳讲，毋通看遮个人因的外貌，就认为这是好的；毋是看因的外貌，就认为这是上帝要竞选的。上帝讲，我无要竞选遮个人。上帝讲，我所看的，毋是亲像人在看人，毋是人在看的价值，毋是人在认为啥物是对还是歹的。上帝讲，人是看外貌，人是看外表，但是耶和华上帝是看人的内心，看人真实的价值，看一项代志真实的价值。我想，圣经在讲。毋若是互咱通了解，对人的看法的角度应该爱无共款。同时，嘛互咱通了解，咱的生命嘛爱追求伫有价值的代志顶面，毋是伫追求价笑尔。认为价笑较好的，就一定是较好的；认为价笑较悬的，就一定是用起来就较好。无一定，咱爱去追求的。咱的生命应该使用的是伫追求有价值的物件，毋是浪费在追求价笑偌济。但是实际上对咱的生命是无帮助的。所以圣经互咱看见，是咱对人的看法无共，伫信仰的角度，对看代志的角度嘛应该无共。美国一个神学家伊讲，价笑和一项的价值上大的无共款。伊讲价值是用现在即马在决定现在，但是一人的价值，也是一项代志的价值，是用现在在决定未来。价笑
是现在决定现在，计数就是安尼嘛，袂通改变啊。但是价值，当咱看见一项代志的价值，看见为虾米要安尼做的时阵，咱会看见伊的未来，咱会看见伊无共款的所在。特别伫咱教会要开始进入第50周年的时阵，对咱教会，咱是开始咧行往未来。虽然今年要48天，咱离50天还有2天的时间，但是咱开始咧推行，咱开始咧做，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咧参与的时阵，咱嘛伫现在咧开始咧决定咱教会的未来，开始做伙咧起造上帝国的未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要无需要搁一届邀请，嘛搁一届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所看的绝对毋是看现在尔，咱即马所准备的，咱即马所装备的，不论是遮的，咱要煞来有培灵会，煞来有侪装备的课程，拢毋是为着现在，搁较重要是为着未来。咱看重是这个信仰的价值，咱看重的是伫这个上帝国内面的文化，上帝国的价值。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看重，也做伙来起造，毋是看外表，毋是看这项代志计数偌济，毋是看这项代志爱安怎进行，才是咱所以爱。爱看上帝的标准，看上帝的文化，上帝的价值是啥物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嘛讲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爱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，得到更新。互恁通分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做好、佮完全的旨意。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，社会有社会的文化，但是伫教会内面、伫信仰的团体内面，有上帝的价值观。毋通互这个世俗来同化、颠倒转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是爱去改变这个世界，去影响这个世界，互上帝来改变咱的心智。来改变咱的社会，毋是只有看计数，是爱看出迄个价值。第三点，大家做伙分享。旧的眼光，有时阵只互咱看到困境，互咱只有看到困难。但是新的眼光，互咱通非常看见自信伫愿望内面。旧的眼光，互咱可能只有看到困难，看到哇无法度通改变。但是一个新的眼光，互咱通学习。通自信伫愿望内面。伫旧约，当以色列人准备要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带领因要进入到伫迦南地。然后要进入伫迦南地的时阵，摩西派12个人先到伫迦南地去迄个所在，先去看迄个所在。然后12个去，10个转来。10个讲啊，迄个所在也是莫去好啊。迄个内面的人伤厉害啊，咱以色列人较细汉，无法度和面相战，拍袂赢。经文安尼讲，加勒伫摩西的面前，安大遮的百姓讲：咱虽来去迄个所在得到迄个地，咱会当得胜。但是遐和面做伙去的，遐剩的10个人，伊讲啊，咱袂当去，因为因比咱搁较勇。咱看见12个人内面，只有加勒甲约书亚因两个讲，这是上帝所应允的，这是上帝要互咱去的。虽然遐人真正是非常的勇，但是这是上帝要带领咱去的啊。所以咱看到经文民数记14章续来经文安尼讲，约书亚甲加勒因着对以色列全部的百姓因讲，咱所看迄个所在是极水的所在，迄个所在是极水的所在。主耶和华上帝若欢喜，伊就绝对会带领咱进入到伫迄个所在。有耶和华上帝甲咱同在，咱毋免惊伫迦南地遐个人。当在人反对，影响全部的百姓，讲莫去好，是莫去好啊。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因两人徛出来，毋是因一定嘛是看到迦南地遐个困难。遐个人因一定嘛是看到，但是伊所看的，毋是只有看到遐个困境，看到遐个困难囥伫遐。伊所看的，因是看到上帝同在，要带因去到伫一个极水的所在。因看到的是上帝的应允，
因用一个信心的眼光，也互因会通行入去迄个迦南地内面，看见上帝所讲迄个极水的所在。遮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特别是遮所派去的10个人，因所看的只有困难。因认为因触袂记起上帝带领因出埃及，已经行遮远的路，已经准备要入去啊。但是因佫徛伫遐讲啊，无可能啊。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因行伫遐的时阵，因无停落来，因选择继续行落去，因为伊看到佫较远的所在，看到上帝的带领。佮因拄真书记章10个知讲，属灵的人、属上帝的人，会当看透所有的代志，会当看透万项事。伊毋是讲看到尔，伊是讲看透，代表毋是只有看到，毋是只有想象，是可以当了解背后上帝的心意，了解背后迄个价值是啥物。即个真是属上帝的人，真正倚靠上帝的人，圣经安尼描述，看见的是极水的所在，看见的是上帝的同在。有一个圣诗的写圣诗的人。伫咱的新圣诗嘛，有几首的诗歌是即个美国的诗人所写的。当伊细汉伫出世的时阵，出世6礼拜，因为医生手术的错误，治到伊出世6礼拜，伊的目睭就无法度通看，伊就看袂到。出世6礼拜的时阵，但是当伊大汉的时阵，虽然伊目睭看袂到，但是上帝会特别稳定。当伊大汉的时阵，有人伫甲伊写回忆录的时阵，伊甲你讲，若毋是伊伫细汉拄着遮大的苦难，伊嘛无法度得到遮济的教育，无法度得到婴儿的教育，得到无共款的栽培，嘛无法度产生遮大的影响，嘛袂对伊来讲，这是非常水的记忆。伊讲。若是明仔载有人要将一个非常水、完美的目睭，要互伊通搁一摆看见，伊讲，伊袂接受。伊的理由，伊讲，我若是互世间遮美丽搁趣味的代志所颠簸，一直咧看遮水的代志，伊可能就无法度唱歌、学乐、敬拜上帝。伊讲，伊若是真正会当看到。伊可能就无法度专心，无法度来看见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啊，通唱歌学乐上帝。对伊来讲，这是一个困境，但是伊看见愿望。当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咧写诗，伊就开始咧写一寡歌。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写了这条短短的诗。伊讲，虽然伊是看袂到，但是伊讲我是一个快乐的囡仔。虽然我看袂到，但是我愿意一生将我的心拍互开。凡事满足甘甜，我已经享受侪侪祝福，是其他人拢无享受到的。我敢有因为目睭看袂到，就哀哭艰苦？伊讲我袂也袂想。伫一个细汉的囡仔，伊却做出这款伊家己的信仰告别。伊看见的毋是只有，就是那医生的问题，我爱出事哪会是安尼？伊所看见毋是只有迄个苦难，看见毋是只有哀哭，伊搁较看见的是伫后壁的愿望。上帝嘛透过伊特别的性命，互伊诚做是一个写圣诗的人。直到即马，咱犹原会当唱着伊的圣诗，唱着伊的诗歌。所以毋是只有咱新的一个眼光，毋是看困难尔，困难犹原会抵达。毋是讲相信上帝就袂有困难、袂有挑战的代志出现，无可能，犹原会出现。但是新的眼光，互咱看见是迄个背后的愿望，互咱学习调整生命的眼光，毋是只有自身看到头前的困难尔，是爱看见后边未来的愿望。搁因到《后书4章17节，保罗先生安尼讲，咱这非常暂时，而且搁轻的苦楚，是要为着互咱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保罗讲，遮的苦楚暂时的，有一天拢会过去。但是这一切是要互咱会当成就上帝的荣耀，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发生。所以透过新的眼光，
透过一个新的眼界，互咱通做伙来学习，互咱做伙有无共款的眼界来看咱的生命，看咱的社会，看咱的家庭，看咱的工作，也看咱的教会。最后，箴言4章25节到26节，伊安尼讲：你的目睭着直直看，着主目看头前，你行的路着修平，你的道路就拢总白坦好行。着直直看，毋是看我的，毋是看你的，是看上帝。是看上帝伫你的头前带领你，是看上帝伫你头前所藏了迄个伊水的价值观。是看到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所藏了迄个水的应允，上帝特别的旨意，主目看头前，军队耶稣，互上帝要成就伫咱生命的代志，互伊来成就。带出台经文讲，上帝互听伊的人所领受到的是咱目睭毋捌看过，耳孔毋捌听见的，甚至是咱连想拢无想过。愿安尼款的祝福，愿安尼款的恩典，也临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，特别临到伫咱的教会，特别咱50周年迈进的时阵，也有新的眼光伫咱的教会内面，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面，互咱通看见上帝特别的心意，伫咱的教会，也伫咱的生命来成就。咱即时先来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。然后，咱来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咱一个吟就好，咱做伙唱这条回应的圣诗，这条圣。